50。现在有是前个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到正文第50页，已经解说到正文50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11节，就是解说到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即嘛应该呢？就要来说来解说一面就是自性在客事物，如何是不离不弃？事物自性无非无始无乱，念念不这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畅行尽得，有何可立？即嘛应该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要来解说这个道理以前啊，对前面的自在神通游戏三昧，即搭呢，搁再啊，甲咱各位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所以搁做讲做自在神通游戏三昧，应该呢，就是讲。因为已经得到明心见性，所以呢，一切烦恼啊，已经得到解脱。因为本性的显现啊，所以就是当得到自由自在，会当好呢来得到伊的妙用。因此呢，在《金刚经》内底，我来伫讲，虽然是度众生，但呢实在是无众生可度。一旦好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这正也就是自在神通游戏三昧作用。那在这个所在呢，搁再讲一个较，互咱容易了解呢，就是讲由于一旦好来了悟世间的一切拢是空，众生也是包括世间一切法之一啦。世间一切法拢是幻法不实。众生也是幻法不实，所以呢，伫咧度众生啊，也就是咧度这个幻法不实的众生。既然是咧度这个幻法不实的众生呢，度众生之事啊，也就敢若参讲囡仔伫咧办高会啊，伫咧佚佗共款。你毋通甲当作讲实实在在有一个众生可度。你若是甲当作讲实在有一个众生可度。哇！你若是度众生，你就会计较讲我已经度众生度偌济啦。或者呢，你若是计较讲有一个众生可度，也哪呢？那么这个众生，你若是无法度来甲伊度的时阵，你心肝底呢，也伫个所在起着急，也伫个所在啊，伫咧起烦恼。所以呢，这个度众生啊，必须爱当好了悟讲。咱伫咧度众生，所度的众生就是一种的虚妄不实的，因为是四大五蕴加合的。也来当来去做呢，虽然度众生呢，确实啊，也未执着度众生之上。在无执着度众生之上这个所在呢，这方面众生度较济来讲呢，也未认为讲我真有功劳。要你若是众生，互你度袂行来讲呢，你也袂感觉讲，哎呀，有一份的这个精神的负担。咱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啊，咱一般的社会人，尤其是咱现主世人啊，有流行一句话，叫做精神负担。那这个精神负担，或者是讲精神压力，可能是愈少岁人呢，愈有这个问题产生。那这个问题到底是哪样产生来呢？咱过去人是毋是无精神负担、无精神压力呢？相信呢，也是有精神负担、有精神压力。
但是咱过去的人呢，这两句话较无伫咧讲，因为较无伫咧讲，所以事件是有精神的压力啦、精神的负担啦。确实呢，就咱呢也是啊，该克服过，无该当作讲这是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但咱现代人呢，就将这个精神压力啦，或者是讲精神负担嘛，该当作讲这呢，就是啊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只讲就是讲啊，我精神负担太重啦，我精神的压力太重啦，啊，拢啊伫咧讲这个问题。那假如讲会当参与菩萨安尼自在心通游戏三昧，无论是讲做倒一项代志，哦，那责任上爱做就甲做。做了呢，心就莫去家想。那无论是做倒一项工课呢，只是完成其中的一项的任务。假如讲若是会安尼来去家想呢，哪里有什么精神负担，哪里有什么精神压力呢？根本都无这个物件。所以我常常伫咧讲，世间的学问啊，无论研究甲偌广博，无论研究甲偌呢只精深。但是呢，甲咱佛法比起来啊，实在是差真远。咱佛法呢，会当好将伊的根本来去解决。哦，咱现做是一般的什么心理学家啦，什么社会学家啦，有一寡只学者啦、专家啦，哦，也只敢伫咧讨论哦，咱人的什么精神负担啦、精神压力啦，如何来去减轻啦，伫咧讲这个问题。但是呢，讲来讲去啊，拢都是治标，毋是治本啦。哦，也就是讲，毋是根本解决的办法。这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啥物？会当好来照见五蕴皆空，会当好了达世间一切法空，一切法幻化迄个所在。那所谓精神压力，或者是讲精神负担，这个问题呢，自然就会消灭掉。我就是讲到这个啊，自在心通游戏三昧者呢，哇！附带啊来做一个补充，那这呢好像有讲起来有脱离到这个经的意义啊，但事实上，这乃是由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自在心通游戏三昧经典的意义所该融会贯通在日常生活的道理哦，所以咱各位呢，唔通以为讲我为什么讲经讲太讲到这个所在去啊？这呢就是甲咱遮的道理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提出来说明。下边智性再启示啊，如何是不入义啊？讲这个智性啊，就搁再启示啊，哦，这个启就是讲启笔，也就是啊，来向慧能大师来表来个清晰的意思。讲如何是不入义？讲什么是叫做不入的意义呢？因为在前面啦，我在讲这个不入，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讲不入菩提涅槃，不入解脱知见，而且佫在讲叫做入亦得，不入亦得。所以在这所在啊，这个智性就佫再来清晰，讲什么是叫做不入的意思。那就是讲，为什么唔免来入一个菩提涅槃，唔免来入一个解脱知见呢？那搁再讲较空话，就是讲，为什么唔免来建立一个法门呢？下面思愿自性无非无乱无非无痴无乱，念念不这观照，常理法相。自由自在，畅行真德，有何可立吧？六祖慧能大师伫这个所在，就是将这个不入的意思给讲出来。书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啦，讲这个自性呢是无非，也是无痴，也是无乱。咱伫咧学佛修行，爱建立一个法门，就是戒定慧，哦，这就是入咯。那依照六祖慧能大师讲起来，这个戒定慧啊，无需要建立。为什么无需要建立戒定慧的修持法门呢？因为自性是无非，这个非呢，就是一念之非的意思。一念之非，也就是讲一念的
妄想烦恼。在自性中啊，无有一念的妄想烦恼，安尼叫做讲做自性无悔。在前面讲了啦，心地无悔，自性解。因为咱心肝底啊有这种种的妄想烦恼、贪嗔痴等等，所以有需要建立这个解，以这个解呢来解制止来解消除。那既然是心地无悔、自性无悔，当然呢就无需要建立到这个解讲法文。无痴，就是讲在这个自性中啊，无有一点的愚痴，因为自性本具的智慧呢是零零角角的。那自性本具智慧，既然是零零角角，都无一念的这个愚痴，哪里有需要搁再客家来建立这个慧的法门来去修智慧呢？智慧本来就是具足的，本来呢就是无愚痴的，根本啊就无需要啊来建立这个法门，所以当然不需要立了。自性是无乱。无乱就是讲，在这个自性心中啊，是无有迄个一念的散乱。那既然是无这个一念的散乱，那为什么都还搁再有这个定呢？当然无需要定，因为心中有乱，才有需要用这个定的法门来去修啦。使这个散乱的心会当定落来。那既然这个自性啊是一种的无乱的物件，所以当然就无需要建立到这个定的法门。自性既然是无悔、无痴、无乱，就无需要建立戒定慧三不六合。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门，虽然是有84000，但这个84000法门，该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不六合。不过呢，这个戒定慧是自性心中具足的，那何必另外再来建立一个戒定慧三不六合呢？当然呢，就无需要立了。一边讲念念不这观照，讲在这个一念一念中啊，不这呢常常伫咧观照。这个不这观照，会使咧甲伊分作内外之照。对来讲起来，不这呢是照了自性，是时时刻刻啊，甲自性契合，名叫做讲做智啊，契理。同时，这个不这的观照呢，向外有伊的观照的妙用，那就是不这伊的殊胜的妙用。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无论食饭也好，无论吐蕃也好，无论是演奏也好，一切娱乐时中，伊的作用啊，拢都是不这妙用。这个不这妙用，也就是一种的自在无碍妙用。因为念念中不这啊，是相关照，常常呢，拢远离着法相。为什么叫做远离法相？在这个所在所讲的远离法相的意思，就是讲在这个世间一切诸法之中，却呢未去着在一切诸法，用迄个不着的所在来讲做远离，并毋是讲离开世间的名叫做远离，是心的远离啦，并毋是这身躯的远离。所以太乙大师安尼伫咧讲。讲所谓超出世间呐，到底是超出有情世间呐，或者是超出器世间？那超出器世间的意思，这个器世间就是讲这个世界。咱所讲的超出世间，是毋是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呢？依照太乙大师所讲，讲所谓超出者，乃是超出有情世间。那这个有情世间是什么意思？有情世间就是咱众生的分别妄念。所以呢，咱所以叫做讲超出来，就是讲超出了咱本身的这分别妄念。
即句话讲就是讲，咱呢将即个分别妄念，甲转为智慧的妙用。那即个分别妄念转为智慧妙用，迄个所在啊，就会当好远离了世间的一切法相，也就是太大师所讲的超出的意思。所以咱即个超出呢，并不是讲一定要离开即个所在。无离开即个所在，完全可以超出啊，就是讲一种的心的无跨界。即几句话啦，对咱学佛修行人讲起来是真重要。咱若是袂晓修行人讲即个环境无好，我要换一个环境。你换个环境呢，上起头去大讲，这真好。但是过大3工过人事问题、种种问题，伊有感觉毋好，伊又要搁离开啦，要搁离开个环境啦。也哪呢？一年趁天指甲都伫咧搬沙位，搬来搬去呢，无一位你认为讲会当互安住的所在。安尼啊，创始你是远离这个环境啊，你这个心的执着存在，根本的袂当解决问题。但是会晓修行的人，就是讲你在迄个环境中。你会当好万言放下，无去甲伊跨界，无去甲执着外面环境的好歹，在迄个所在就是远离啦。伫遮所讲的相离法相呢，也就是由于这个智慧的观照，会当好了解世间一切法幻法空，这个所在该远离掉。会当好相离法相呢，就是会当好来自由自在。因为你。无受到世间物质所束缚嘛，所以你就会当得到自由，会当得到自在。这个自由自在就是讲，你要安怎来去度众生，要安怎来去修行，拢可以啦。畅行尽得，这个畅就是贪得，行就是贪悔，就是讲无论你是要贪得行，要贪悔行，拢可以啦。那这个自由自在、畅行尽得啊。这呢，也就是前面的自在心通游戏三昧，也就是一种的无碍解脱的不思议妙用。既然是安尼，有何可立啦？有啥物好建立的呢？因为界定会，这是咱自性心中本来基础，所以只要呢，用个智慧来去甲观照，对外面的这个环境，莫去执着。莫互即个外面环境所阻碍迄个所在啊，就是当显出了自性的妙用出来。也那呢就无需要来去建立一个什么款的法门伫遮所讲呢，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讲自性自我顿我顿修，也不giảm处。讲这个自性自我。自性自我就是讲咱自己的本性，自己爱去悟。那自己本性自己无去悟，你是要叫什么人悟呢？当然，自己本性是自己必须去悟。顿悟顿修，讲当其时呢，你必须爱顿悟顿修。怎叫做顿悟呢？就是讲随时都会当来了悟，这名叫做顿悟。顿修就是讲你随时修，随时当达成到迄个目的。这个名叫做顿修。亦无giảm处，讲当其时呢，也无迄个giảm处。这个giảm处就是讲渐渐来有迄个处地。这个giảm处就是渐修才有giảm处。既然是顿悟顿修就无迄个giảm处可以讲啦。那这个顿悟顿修呢？这是对迄个上紧离地的众生所讲，也一问千悟才法度。假如讲若是中紧的众生、下紧的众生，根本呢袂当好来顿悟顿修。对这个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也无giảm处。即我搁再提一个较简单的譬如起来说明。这个自性自悟也等于讲一个人呢，事事呢拢家己去想，也结果呢，伊用心去想迄个所在就把伊所爱了解的道理给想出来，而且呢，想起真正正确。有的人确确实实伊有这款的智慧力，
有即款的聪明，毋免去问人，毋免靠别人甲伊讲，家己想，伊就想出来了。那这呢，咱会使来甲伊，譬如遮所讲的即个自成自我。那事实上，咱无论是对学问也好，无论是讲要学规矩啦、学礼貌、学功夫，学咱在即个世间做人做事啊，人甲咱教的，这是一个真正有限的物件。假如讲咱若是时时刻刻袂晓自己来去想啊，安尼咱的进步一定是足慢的。所以必须爱自己咧。会晓去体会，这个自成自我等于是自己去体会意思。这个顿悟顿修啊，就是叫做一文千悟，随时呢，伊就会当来去做啦。咱即先来讲这个顿悟，这个顿悟就是讲，甲你讲一个，你随时都知。这名叫做讲顿悟。咱在这个世间上，有迄个人比较较聪明，所以你甲讲咧，伊随时了解，讲一项伊捌10项。伫遮是讲做一文千悟，你听到一项会当好了悟1000项的代志。事实上，这个佛法呐，乃是一种的一理通万理铁，一项道理若通啦，别项拢是共款啦，有连带关联拢会通。所以你听到了，随时你就会当来体会啦。这就是顿悟。但是这个顿悟了，还佫来顿修。这个顿修就是讲，你随时去修，你随时会去达成到迄个目的，这才叫做顿修。那这个顿修的意思，我即马提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常讲话人呢，你甲伊讲，伊虽然呢是会当好了解，但是了解你要叫伊做，要叫伊做甲到，哇，却毋是遐简单。问你讲，你知无？叫你去做，伊讲我知啦，但是呢，后摆佫做又是佫做毋对。后摆佫做，又是佫再去犯这个错误，讲10遍、100遍、1000遍，犯线的都无法度好解决。遐话人毋是，伊只毋对的所在，你甲讲者，哇，伊随时知。即摆第2遍，伊绝对袂佫再毋对去啦。那这就等于遮所讲的这个顿悟顿修。孔子有一位真正高的弟子，就是颜回，讲回呀不宜过。讲这个颜回呢，将来啊，毋捌有2遍的过失，毋捌有2遍的错误。就是讲，伊有1遍的错误，孔子甲伊讲了，伊随时会当好体会，随时马上会当好解过来。那咱这个修行，也就是改咱过去一切毋对的所在，这个就讲修行咯。为什么修呢？咱的思想的错误，咱的语言的错误，咱的行为的错误。将这个思想、语言、行为错误给改过来，这咪叫做修行咯。有的人呢真赶紧啊，随时改；有的人呢讲较久都无法度改，伊毋是毋捌啦，但是改袂过来啊。你若是讲捌改袂过来，这等于就是讲顿悟渐修啦。慢慢啊来，毋知要办到当时毋知啊。这个顿悟顿修，就是讲伊了解了呢，随时啊就可以改过来。那既然是这个顿悟顿修呢，也无这个渐处。这个渐就是讲有一个阶级次第。禅宗甲其他的宗派不同者，禅宗乃是一种顿巧的法门，就是讲只要你会当了悟，只要你会当随时转变你的思想，转变你的行为，迄个所在呢，就是修行的成就。那其他的宗派毋是安尼讲法。其他的宗派就是讲，要学去修行，都要先断见烦恼，经过偌久的时间，了后才断思烦恼，又是佫经过偌久的时间，然后才佫再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所以呢，用其他的宗派讲起来，将咱发心修行到成佛为止啊，爱经过3大阿僧祇劫，就是讲3个无量劫。那这3个无量劫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这就是渐处咯。但是，做慧能大师的禅，毋是，乃是自成自悟、顿悟顿修啊，根本的都无迄个渐处。注意听听众，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